現在請正方一副發言，你嘅發言時間係3分鐘，準備好可以向計時。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剛才聽完主方有方同學主辯嘅發言，我就發現有方同學錯誤理解我方嘅觀點。我方完全冇認為今次香港舉辦冬奧運動係以經濟為本，我哋一向都係以運動為本嘅。有方同學，我哋認為舉辦次嘅冬奧運動會，興建咗大量嘅設施，能夠積極推動到本土嘅田徑發展，令到香港嘅運動員有機會有一個國際性嘅運動場去發展。從前我哋嘅運動員係冇呢啲嘅設施，就令到我哋嘅發展空間好少。但係而家因為我哋得到呢啲設施，我哋本港嘅體育就得以發展。點解有方同學就將呢一個方面扭曲咗呢？而有方同學就認為我哋係注重商業發展，係覺得喺金融海嘯香港舉辦呢一個冬奧運動會，其實係想彌補赤字。有方同學，你錯誤理解呢個運動會嘅最終目標。我哋呢個運動會嘅最終目標係一向都係以經濟為核心。我哋係起咗啲設施，係令到全港嘅700萬嘅全港市民都受惠，令到全港有舒適嘅環境，有完善嘅康樂設施，經濟發展同埋社會建設都有進步，就令到全港嘅市民都可以安居樂業。而且我哋花咗呢啲錢，係令到呢個全港市民安居樂業嘅話，係無法用數字嚟衡量嘅好處。而經濟方面就係一個次嘅好處。香港辦冬奧運動會嘅時候，喺微觀嘅經濟層面睇，香港政府預計辦冬奧運動會能夠創造就業，提供超過1000個嘅臨時職位，給予1萬名嘅旅客來港。有方同學可能會質疑呢個利益嘅當中係有幾多成效，不過可以確定嘅係，有方同學唔能夠否認呢啲利益係確實存在嘅。再從香港整體上嘅發展睇，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會，向來都係俾外界嘅形象就係局限於購物天堂、美食天堂、金融中心等等。但係國際體壇上就好似第三世界一樣，屬初起步嘅階段。試問一個國際都會點可以就係局限於幾個形象呢？我哋嘅國際都會必須係形象百變，需要具備文化康體嘅素養。而香港辦冬奧運動會，除咗能夠推廣康體發展之餘，仲可以向世人展示港人嘅活力多變。有方同學今日所談及嘅籌備不足、宣傳不夠、設施唔好，仲有錯誤將我哋嘅觀念轉化。其實我想強調嘅係，有方同學都係只係針對政府舉辦冬奧運動嘅不足之處，但佢哋冇喺本質上否定我方剛才提及舉辦冬奧運動會對香港整體嘅利處。最後，我想問有方同學一個問題：若果你要推翻今日嘅辯題，就請你證明舉辦冬奧運動會本身對香港嘅損害能夠蓋過我方剛才從幾個層面所提及嘅利處。多謝各位。正方一副發言時間為3分13秒，冇過時無需扣分。現在請反方一副發言，你嘅發言係3分鐘，有咩可以向計時？大家好，我係反方嘅一副。有方同學，其實錯誤嘅係你哋啊！正如有方同學所講，香港難得舉辦一個大型運動會，的確係一個千載難逢嘅機會。政府應該把握機會，用真心舉辦運動會，以提升本地運動水平為依歸，而唔係好似現時香港政府無心無力無知，從籌辦場地、選址安排到而家宣傳，都係違背咗運動常識。重點放咗喺點揾贊助商，重點係放咗喺經濟利益上高。政府俾我哋睇到嘅係，佢哋唔尊重體育，唔識體育，將成個冬奧運動會商業化。有方同學強調，冬奧運動會可以吸引到旅客，有助帶動香港經濟發展。咁同舉辦一個維港巨星會又有咩分別呢？有方同學話政府好重視今次嘅運動會啊，係政府係放咗1.3億落去，但我哋睇翻上屆冬奧運動會主辦城市澳門嘅審計報告，佢哋政府喺是次運動會就用咗6.7億元，同澳門呢個彈丸之地比較，香港簡直係小巫見大巫，證明香港喺投入呢方面係完全欠奉㗎。有方同學提出，政府因為冬奧運動會
其實要知道政府有冇心搞好東亞運動會，尊唔尊重體育發展，好簡單，從場館已經可以睇到。政府選址東一個西一個，交通唔方便不在話下，場館質素簡直係不能接受啊！各位知唔知道將軍澳運動場，亦即係今次東亞運嘅主場館，比起大球場，甚至係小西灣運動場仲要細，而俾運動員熱身嘅副場館就淨係得200米，參加雜項嘅運動員都唔可以喺呢個唔符合國際標準嘅場館熱身。政府係用心搞好東亞運啦，定係缺乏對運動會嘅基本尊重呢？我哋又嚟睇下，原本喺屯門望後天吉戶外場地舉行嘅射擊賽事，因為政府部門唔協調，所以無法按時建成，停擺冇足9個項目，呢種直接害到運動會嘅作為，唔通係為運動會着想咩？而香港標立嘅係一個唔懂運動常識嘅形象，犧牲嘅係本地選手，製造嘅係國際笑話，以上咁多